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1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行政院针对国会职权修法提出复议案，今日立法院表决，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以62票对51票，把复议案通过掉。台南安南区有一个天马电台，进前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使用，今嘛有电风团体发起联署，要甲这改做台语文化园区。苏地阿拉伯的麦加迪14点开雕金仪式，不过当地高温超过51度，必须超过1000位去雕成的穆斯林热死。新闻头家先赶紧来关心到行政院针对国会职权修法提出复议案，今仔日立法院徛名表决，伫中昼时阵结果已经出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以62票对51票，甲复议案通过掉。因内民进党团表示，复议失败，因会伫总统公告法案生效了后，遂提出释宪甲暂时处分来反制。立委因排队买领2张票，一张是粉红色的立宪职权刑事法复议案，另外一张是黄色的刑法的复议案，分别等因啦。国民党团也伫咧将票投入去进行，先做伙发挥。那赢做伙发挥，另也是并外口民间清了活动所送的兵针、大纸加手环，代表支持民主深化。不过，这两个案件因为南北党团的人数优势被否决。民进党团总召黄建明强调，将会伫咧总统公告了，随提释宪案加暂时处分来反制。国民党团总召卜群基讲，会行使听证调查权，全力监督政府。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来马上提释宪案，以及紧急处分。当然，要等总统公告后3天，我们马上会提，包括紧急处分，所以不存在所谓空窗期的问题。这个所谓的绿能种种的这些重大的国家的弊案，这些民脂民膏，人民的纳税钱到底进到谁的荷包？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全力的来查弊。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毋但是伫投票进前表示讲会团进团出投否决票，也强调伫咧国会职权修法完成了，会注重伫咧在违法、各法制定这款进行因答应要推出的法案。吹哨者的保护，包括了有关于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跟基层的劳工能够加薪的加薪法案，这个都是我们接下来要一步一脚印履行对于选民承诺。国民党团也表示会盘点民生议题的法案，譬如讲中小企业加薪减税条款，希望赶伫咧7月16进行通过。伫表决进前，民进党团秘书长林佑昌代表党主席赖清德替另外的党团加油，强调立法院会期结束进前，拢会继续全台湾宣讲。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针对国会职权修法提出复议案，今日立法院投票表决，落尾的复议案是无通过。伫咧立法院外口，嘛有2排人马伫遐聚集，有支持复议的青鸟行动，嘛有反对复议的蓝营行动。针对表决的这款结果，双方是虾米款的反应？咱请台记者郭碧君、林旭凯为咱说明。是记者即摆伫咧立法院边仔的青岛东路，也就是反对行政院提出复议案的即个国民党发起的蓝营行动现场遮，即摆使看到现场的即个舞台已经开始拆，因为伫差不多12点外，立法院表决确定即个行政院复议案无通过了后，现场的人真是花口号表达胜利了后，人是随龙散了，舞台即摆也开始拆。要若早前因活动的画面，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
来支持行政院提出福基案的民间团体发起的青鸟行动。记者今麦人到咧青鸟行动的这南路现场遮，今麦使看到，就算讲台北市早起是真烧热，过头还有落西北雨，今麦现场也是有部分民众踮伫咧现场无离开。因为民间团体也针对福基案无通过提出因的看法，来看因是安怎讲的。我们公民阵线邀请所有的伙伴，邀请我们的公民可以表达公民的意见，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学者成为法庭之友，向这个宪法法庭表达公民对这些法案的意见。立法院对福基案的表决结果，伫咧12点外的时阵出炉，反对福基的有62票，赞成福基的有51票。这个赞成的票的数量是无超过宪法征收条文规定的全体立法委员一半的否定，确认这个福基案是无通过的。行政是对此表达遗憾，讲买手会申请实现，因为需要法案成做法律了后，才通申请实现。行政表示上紧爱等总统公布施行这个法律了后，才有法度开始这个实现的程序。以上是公视台记者来自立法院现场的连线报道。咱感谢碧君为咱做说明。咱继续来看立法院的场外有反对国会这款修法的青鸟行动，和支持国会改革的那英行动两派人马直接的表达立场。警方嘛有伫当地部署500人力，甲双方隔开，就惊会起冲突。国民党发起那英行动，就支持者去青岛东路，甲那英立委加油甲鼓励。反正青鸟的意味是真高，有民众透早都为新的上班去到欧宴。6点，我从竹北来的，我们就希望我们改革会成功啊！从淡水6点就来了，今天的总统支持率只有40%，等于是4个角只剩一个角半。我们国会改革无法。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官员不能说谎。行政院竟然还要为此提出复议，难道行政院是要保护官员不断说谎？那也立委一场投票进前嘛上台宣讲，带动现场的气氛。另外一边，这南路国民团体青鸟行动嘛组织真侪民众，表达支持福基案的立场。大声喊口号表达诉求。大大公民论坛的代表做伙反对，包括国会地政组、花东3条例、核电厂延役等等7大法案。有民众就算受伤嘛要来声援，嘛有人转勤，连续参加3天的活动拢无休困。即使说失败了，可是还有视线，然后再来真的不行，我们再走上街头，还是要来吧。就是受伤也还是可以走路啊，就是至少要让他们知道外面是有人对这一切是很愤怒的。这7大议题，我们都准备好要动员跟中国国民党周旋到底。我们反对中国国民党让民主防卫机制倒退修法。反国权的公民团体申请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甲济南路的路段进行集会。另外，声援修法的团体嘛，伫青岛东路、林森南路部分的路段申请集会。警方以定岗街为界，甲两边的民众分开，而且部署500个警察伫戒备。我们总警力数有500名警力布置在会场的周边，另外我们有预备500名警力，如果说有任何状况发生，我们会紧急来抽调。营养人流，警方伫现场嘛准备超过500组栅栏，而且请主办单位宣导，请青鸟行动的民众为中山南路入去会场，那英行动的民众为林森南路出入，确保动线有顺，避免发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宜兰果菜批发市场最近有番仔饲的狗仔去互车弄死，番仔是真唔甘，吊监视画面出来掠凶手，报案指控这个驾驶看到狗仔煞无停落来，佮直接弄过去。不过，这个驾驶的太太是出来回实的，强调唔是吊工要甲这狗仔弄死的。对监视器看到果菜市场打盐所饲这只狗倒伫咧休困，无想讲一台轿车开入去市场内边，弄到这只狗佫甲伊挨过。狗虽然走离开现场，也毋过佫就脱回死亡。直接停下来，他也没有停到他的前面，再把他让他走，他就直接把他压过去。我有一个标的考的。是哦。系啊，我就这样搞的，你也真正。是哦。看人都讲。伊咧看像囡仔乖乖啊，搁较这人听。
一个大商看到这个弄剧的画面，真唔甘，因为这只狗已经饲几多年啊，加接对大商拢有感情。伊讲这个开车伫咧狗头前有停落来，就看到狗一个甲伊弄过，真可恶，是挑工的。除了报警，也破伫咧网络顶找人。我们不是虚，也不是恶意，因为如果看到地上有东西，我们绝对不会碾过去，这是正常的反应。但是因为我们眼睛在看上面，我们真的确实没有看到。开车的查甫人因牵手了有去果菜市场会室的，讲迄当阵天色较暗，因搁伫咧找灰，无注意到这只狗去甲伊弄掉，因然有落车去找，也搁无看到狗，车才会驶走。那在动保法的规定的话，如果是故意伤害犬只到死亡，它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狗的尸体已经送去收，警方也通知开车的人到案说明。当时要防药所讲，若是挑工伤害动物死亡，是违反动保法第6条，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就算是过失致死，也会罚15000到75000。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新营分局有警员在巡逻时，发现到一位无戴安全帽的查某人，要甲厝地煞受到对方的攻击，赶紧讨救兵来甲这个查某人压制，带转去侦讯。落尾是依照妨害公务罪来甲伊移送法办。警方甲这个戴帽的查某人抓落来，不受告讲，伊煞雄雄动手来拍警察。冷静点！干什么啊？哎呀！警察执勤煞互人攻击，随通报当人过来机关，才甲这查某人控制掉。嫌疑人因不服取缔，情绪失控，进而攻击员警，造成2位员警轻微受伤，随即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妨碍公务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6月20日暗头5点多，台南新营警察伫咧民治路巡逻时，因为看到这个查某人无戴安全帽啊，甲抓落来，无受到讲这个查某人毋但不服，佮情绪激动攻击警察。警方时经通报其他的同仁，做伙甲这个查某人押转去问过。一大群警察伫咧街仔路掠人，附近的民众是拢真好奇，走出来看。没有戴安全帽的女生打警察，就眼镜飞掉这样，是不会执法过当，可是。这么多警察突然来，我们会想说是发生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吗？对。那违规可是也不对嘛，然后打人更不对嘛，因为他是打警察。因为不好处地，就出手甲警察拍，这种行为已经牵涉妨害公务罪甲伤害罪。警方最后是甲这个查某人移送台南地检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位女性报案，讲咱想去当着假投资的诈骗。警方替伊接诈骗集团卡来的视讯电话了后，成功阻挡这件诈骗。不过想袂到迄当阵警员的影像，煞互诈骗集团抓落来，佮提去做诈骗的广告。谢谢民众报案，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假投资方式进行诈骗。警方与谢民接洽过程中，适逢诈骗集团拨打视讯电话给谢女，黄源为使谢女确信遭到诈骗，代为接通视讯，因而遭到诈骗集团截图后置为诈骗讯息于赖群组中不法传播使用。警方出面驳回，讲这位警员是去互诈骗集团偷摕伊的影像，摕去做网络假投资的诈骗广告，敢若是要甲伊报复。警方表示，这款行为除了侵犯到肖像权，嘛去犯到个资法，因会成立专案小组来追查，嘛提醒民众千万都唔通受骗。继续来看，又有掠到假投资诈骗的案件，至少有21个人受害，红拐超过6000万。而且，这个集团佮专门找欠钱的人来做共犯，将恶因佮亲人的个资用高压的手段，互因唔敢反抗。另外，后个月高雄美如街嘛有传出诈骗集团假造要送门票来拐民众的个资，也佮有偷用高雄旅游网的名义在招募工读生。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掠到这个拐人投资的诈骗集团，发现嫌犯为着洗钱、甲领趁来侥幸钱，专工会去找欠钱的人来做共犯，甚至掌握伊的个资、有亲人的资料，避免乌食乌，嘛会当伫共犯互人掠去的时阵，以家属的名义来请律师。他们先招募急需用钱的车手加入，由王贤以高压手段控管旗下车手，杨贤则在幕后发号施令，负责指派、调度及发放薪水。集团为去年9月到今年4月，上无为21个被害人手头骗到6000万以上的钱，涉案的人拢依照违反诈欺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除了投资诈骗，演唱会相关的活动嘛要注意，亲像后个月要举办的高雄密律音乐节，就有诈骗集团假做主办单位，伫网络讲要找工读生。高雄旅游网并没有协助高雄啤酒音乐节或任何的活动主办单位对外招募工读生，而且高雄旅游网只有官方的 FB 粉丝账号以及 IG， 并没有官方赖账号。主办单位已经报案，嘛强调讲，若是有抽奖送门票，或者是讲要找工读生等等的名义，要求民众提供个资，迄拢是诈骗，呼吁民众千万莫中计。记者高雄报道。台铁产业工会伫咧2017年的过年期间，有发起依法放假行动，落尾所有337个人去予记告处分。工会去甲劳动部申请不当劳动行为裁决，说予驳回，所以搁再申请行政诉讼的救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判决，工会是部分胜诉，认定台铁不当劳动，劳动部嘛应该要有适当的救济措施。因为补办资方排班的方式无合理，台铁产业工会伫2017年发起固定假日依法休假，伫29年前4天通知资方，伫固定假日依法无出勤，结果事后有337个人互人处分，连带影响到迄年的考绩甲奖金。工会向劳动部提不当劳动行政裁决，互人驳回，所来提行政诉讼救济。经过7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经一审判决，合议庭认为雇主无伫一定的合理期间，事先征求劳工个人的同意，都预先甲劳工排入去休假日应该上班的班表，再个认为劳工无另外请假，安尼都是旷职，无符合劳基法所定的最低标准。专案是还会当上诉。行政法院认为说，我们当时所做的那个依法休假嘛，是等于说是国定假日的休假权要回到劳工本身的同意，等于说个人同意权的部分。然后不该是台铁说的那样，就是你只要是预排班表，或者是你只要是一个惯例，你就必须一直遵守。台铁产业工会认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认定台铁是不当劳动，未来台铁若是连续假日，拢应该大概调查员工的意愿，袂使搁预设固定假日一定都要出勤，应该爱互固定假日出勤的劳工更较好的待遇。对这个判决，劳动部回应还未收到通知。宣告而已嘛，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判决书，那我们可能要等收到判决书以后，我们再看判决的那个理由是什么，我们再决定后面要怎么来处理这样。我们是关系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到整个那个收到我们判决的文书之后呢，我们再跟法规单位来做研究。对合议庭的裁决，劳动部应该依照伊的职权，做成比较较合法、适当的救济命令，约束台铁依法改正，恢复劳工的权益。台铁表示，即马休假排班拢符合劳基法。针对这个案，因为被告是劳动部，台铁是关系人，一直收到通知，研究后续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沙特阿拉伯的卖家伫咧10时展开宵禁仪式，不过当地高温超过51度，地区上千位去朝圣的穆斯林热死，其中上侪是来自埃及，有658人，而且有630人是无登记要去朝圣的，所以就袂当入去有冷气的棚内底休凉。要来朝覲的民众为人野火线，天花顶有水管喷水降温。大家拢用各种方式，就是希望卖脱水着山，因为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城卖家温度升悬到超过-51度，或者是开始的朝覲仪式，有来自10个国家的参加者，超过1000人，因为挡袂了这么热的天气热死，而且死亡人数恐惊也会增加。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رزقنا الحج وربنا يكتبها لجميع المسلمين يا رب ان شاء الله. بالنسبه للحر احنا بنتغلب عليه بالميه معانا والعصاير عشان الحر والجفاف ونحمد الله الذي هدانا لهذا. 有的人一直啉水提醒热风，也有工作人员一直替大家喷水降温。被热死的人内面是以埃及658人上多，其中630人并无正式登记，所以无法度伫咧有空调的布棚内面休困。埃及总统下令做危机小组，对这边死亡事件，包括非法安排行程的旅行业者，甲人等的无管的行为进行调查。
钓经是穆斯林的5公之一，身体若健全的穆斯林，一世人规定至少要去卖家钓经一遍。钓经的时间是照伊斯兰的阴历来决定。今年正拄好是山谷天气上热的热天，学者警告讲，若是无采取行动，以后钓成的时间，若是搁拄好是热天，将会真危险。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do climate action to stop the global warming at 1.5 degrees centigrade. At anything beyond that, I mean, we are putting those pilgrims at the risk of death. 这几年来去麦加钓城发生过几多变灾难。最近的一遍是2015年，迄当阵用石头降死魔鬼的仪式期间，发生人打人的吞塔事件，造成2300人死亡。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印度逼出有真侪人去啉到掺甲醇的假酒，至少有34个人无命，上百个人送病院。而且患者的状况是日日恶化，恐惊死亡的人数会阁增加。目前酒厂的人员甲失职的官员是已经被逮捕啊。死者的家属伤心，受伤的家属正担心。救护车、医生甲专家拢赶来遮那库里奇，也就是假酒事件造成真侪人死亡的地区。官员讲，一开始就有几个人闹巴肚、胃痛去看医生，尾后有愈来愈侪人带去死亡。29 is confirmed dead. 印度媒体报道，塔米尔纳多邦首席部长史达林表示，这款死者拢是啉到掺有甲醇的酒，因为真侪病人的情形即嘛愈来愈恶化，估计死亡人数也会增加。所击手工厂的涉案人，也个失职的官员拢已经被逮捕。入去印度，因为三家人无钱通买政府授权的业者所寄的酒，拢是去买介绍较俗、私底下伫咧寄的酒。这款非法的酒利润正悬，常常拢会加砂糖剂这款化学物质，增加酒精的浓度。若是出代志，每一笔的死亡人数拢真多。2020年，北部的旁遮普邦就造成12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荷兰的看守总理卢迪因为唯一的对手退出竞选，所以确定伫咧10月初1就会当来接任做北约组织的秘书长。因为卢迪伫咧做总理的期间是真坚定咧挺乌克兰，所以嘛得到美国、英国、法国甲德国等等的国家支持。伫咧争取北约秘书长唯一的竞选对手罗马尼亚的总统约翰尼斯宣布要退出了，荷兰的看守总理吕特决定10月初1现任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任期结束了，要接这个位。Nou ja, ik had er aanvankelijk niet zo naar gezocht, maar ja, weet je, met alles wat er nu in Oekraïne gebeurt en de instabiliteit in de wereld. En een aantal mensen die dachten dat ik dat misschien zou kunnen, dacht ik, ja, je kunt het ook niet zomaar terzijde schuiven. En dat is natuurlijk een ongelooflijk interessante functie. 吕特的执政联盟伫咧去年中表态了，伊提出辞呈担任看守政府，但后一届新政府组成，所以就宣布要争取北约秘书长的职务。因为对乌克兰的声援正坚定，得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重量级的人物支持。不过吕特也该发挥伊做总理14年所累积的外交手段，来说服土耳其加匈牙利这款北约较固执的成员，而且继续加强北约本身的安全。这么人伫咧越南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伫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会当依靠的安全架构，也批评北约对亚洲的安全造成威胁。Бло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сколачивается в Азии. Уже НАТО туда переезжает как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е место жительства. 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о мы на это обязаны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и будем это делать. 这边俄罗斯甲越南签11项协议，包括石油、天然气、合作科学，也有教育。但是，刚进前俄罗斯甲北韩所签的共同服务协议，明显是有差。学者分析，虽然美国甲民国对普京访问越南会担心，但是对美国甲越南的长期关系是袂有影响。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罗西亚总统普京去访问北韩，甲金正恩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然后一边受到侵略攻击，对方地区斗防卫对抗，恐惊是互南韩甲北韩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嘛互俄乌战争是愈歹化解。而且普京阁有去访问越南，要加强因的交流合作。
罗西亚总统普廷过24天，佫一摆造访平壤，金正恩是热情甲欢迎。除了伫金日成广场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佫真罕的看会伫现场挂2个人的大相片。另外，佫准备真济草的宴会，和各种精心安排的暗会表演活动，充分表现对这个贵宾的重视。因伫会谈了后，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要做为防御外部的侵略。Подписанный сегодня договор 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том числе оказание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в случае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из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우리 두 나라 사이의 관계는 동맹 관계라는 새로운 높은 수준에 올라섰으며. 专家解读这摆路条峰会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这2个国家是做伙互西方来制裁和孤立，为着夺位互相是愈行愈远。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罗西亚了后，乌克兰的战场就出现北韩的飞弹。南韩国防部讲，北韩对去年以来已经向罗西亚运送7000个装满弹药和其他军备的货柜。另外，平壤是对莫斯科这边得到粮食和经济援助。 김정은의 입장에서는 외교적인 고립과 또 국제사회에서의 불량 국가라는 이미지를 쇄신하기 위해서 和外界更加烦恼的是，两国伫咧签署共同防御的新协议了后，莫斯科有可能提供北韩需要的先进军事技术。未来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时阵，莫斯科嘛会插手来介入。另外，北韩是有可能更加公开帮助罗西亚伫乌克兰的战事。有专家甚至评估有可能会派兵。普京伫结束北韩的访问之前，佮送金正恩第2台陆产的豪华轿车，2个人佮轮流赛车斗斗的，会当看出因的交情。 We need to be aware of that authoritarian powers are aligning more and more, and they are supporting each other in a way we haven't seen before. 普京稍后来个转去越南，和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越共的中央总书记阮富中等人来举行会谈。双方拢表示讲，希望深化交流和合作的关系。专家分析指出讲，普京这摆出访对抗西方的意思是真高，代表明西方的孤立政策无效，因伫亚洲同款有合作伙伴。公司新闻张回面编译。 国防部公布，昨中国各有7只军舰、36只军机甲无人机对4面来侵扰台湾，而且中国日搁要伫四川发射火箭，有过会飞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针对中国带来威胁，咱的副总统萧美琴昨视讯参加英国智库的年度会议，强调咱台湾会继续加强防卫，拍拼维持现状，嘛指控是中国北京伫咧起无空。 国防部公布20侦查到7只厝中国军舰，甲36只厝的中国军机甲无人机扰乱台湾，其中一半下过海峡中线，去到西北甲西南方的海峡，甚至伫东部外海活动，呈现4面包围台湾的形态。另外，国防部预告，中国日会为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发射的任务。 飞行的路线按算会经过咱国 ADIZ， 中国一直用武力来威胁。副总统萧美琴受到邀请，以视讯来参加英国智库的年度会议的时阵，就强调讲，台湾会持续加强防御。As we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our hard-earned freedoms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 we are confronted by significant security threats and a set of hybrid operations in the gray zone. And as long as the PRC does not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and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exercise coercion,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lso step up our defenses. 也若去访问到中国政府认为赖总统的就职演说是咧起事，萧美琴回应讲，北京才是起无空的迄边，强调和平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咱国真拍拼维持现状。不过，即马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还未收煞，美国宣布，所来16个月以来。 爱国者防空系统甲 NASAMS 哪吒飞弹会优先提供予乌克兰，将原向其他的国家出货。不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特别指出，台湾甲以色列的订单未受到影响。爱国者3型或者台湾的天空3型，主要是在重要的城市周边或重要的目标的周边进行这个防护。这个防空系统它比较是中低空，比较能够反制这个无人机。拜登政府2022年年底的时阵，通知国会未予台湾102粒爱沙精挺型飞弹。咱国防部捌表示，按照因伫2025年甲2026年会分配交会。另外，2023年的代理名特殊会议决定，咱国会编预算采购4个人，16个排 NASAMS 系统。不过，美国到今还未宣布这个军售案。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这个月17和菲律宾伫咧南海的仁爱暗沙起冲突，菲律宾指控中国的海警拿刀啊、斧头敢攻击，致使一位菲律宾的海军被扑断手指头啊，而且还有抢走因的弹药甲补给品。因为中国这边讲是菲律宾先乌白来的，拍算要侵占仁爱岛，唔才起冲突。中国海警手拿斧头，硬爬上菲律宾的船只，这是菲律宾第20公布的画面。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17伫仁爱暗沙海域拿弄菲律宾的船只，佮非法上船，造成几内人受伤。佮一个菲律宾的海军人员伫事故的时阵，大武攻击断去。中国外交部第19反驳讲，中国海警是依法对非法走入南沙群岛仁爱暗沙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国公开4架中国船包围1架菲律宾小艇的画面。我想强调的是，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不过，根据菲律宾官员的讲法，迄天菲律宾海军的冲击船要去仁爱暗沙执行补给任务，中国海警唔但用斧头、佮拿刀啊、佮钢腿啊攻击因，佮甲箱仔内的8支 M4 步枪。导航设备甲其他补给品抢走，实在就是海惨。不过北京方面有另外因的家己的讲法。菲方一再声称运补的是生活物资，但实际上一直在偷运建筑材料，甚至武器弹药，企图长期侵占仁爱礁。中国菲律宾南海主权的争议愈来愈紧张。顶礼拜已经有真侪菲律宾民众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抗议。This is also a message to China that just as we did in the past, we fought and won against our aggressors. We also stand now undeterred in fighting for, or in claiming and in showing that the people are united against China's harassment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菲律宾一只旧军舰塞拉马蒂瑞号，就调伫喺争议的仁爱暗沙。菲律宾的海军人员定期甲驻守人员补给，说几年摆互中国的海警阻挡。虽然塞拉马蒂瑞号已经实现，不过伊还搁咧执行任务。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行为无负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19和菲律宾外长通话，讲依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真坚定。北京嘛指出讲，中国的行为就是咧起诉，恐惊会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日本甲法国嘛出声谴责北京。公视新闻深入背编译。卡达这个大厂期待机械集团，因为进前去互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点名，因合作的代志是受到股东的关注。即马期待机械集团嘛证实，因伫台中的物流中心确实有用 AI 技术来提升效率，未来嘛有可能会用 AI 来分析协助设计产品。早起9点还未到，股东陆续来报道，自行车大厂巨大机械集团6月21日台中总部开股东会，全程无对外开放，也毋过进前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伫演讲当中，真侪届拢有讲到 AI 甲巨大机械的关联，这也是股东正关注的焦点。我的看法，因为他们是，我知道他们是那个大甲那边的仓库是用 AI 的那个机器手背这样子，很好啊，看好啊，不然可能会当他的股东。巨大机械集团证实，目前甲回答合作，伫台中大甲幼师工业园区的物流中心，有用 AI 的技术，用伫仓库甲运输的领域，协助工厂的管理更较有效率，产品更较流通。巨大认为 AI 就是趋势，目前虽然是合作初期的阶段，不过集团伫全球有真侪制造基地，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现在与 NVIDIA 的合作呢，的案子呢，现在是在我们大甲幼师工业园区的物流中心应用AI 的这个仓储跟物流的这个管理的一些技术跟 solution， 能够协助我们工厂在产品的规划上面能够更加的有效率。那同样的也能够货畅其流，能够让货品让这个产品呢能够更及时的、更有效率的达到消费者的手中。巨大也表示，考虑要将 AI 的技术用伫产品，以大数据来分析销售资料，会当帮助产品的设计，而且降低库存量。不过6月21日的股东会因为牵涉真侪议题 ，AI 的领域目前还阁干那一寡概念甲想法，需要阁较侪时间来研究甲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进前宣布，要伫咧总统府成立3大委员会，其中
气候变迁委员会是找予人认为支持核能的河适董事长董子贤来做副调集人。因那前总统马英九是呼吁董子贤就要来面对核能。外界嘛关注政府的能源政策敢会调整。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各方的意见都会参考。总统大概是希望能够多听一下大家的意见，经济部必须要依现有的法令规范来行事了。外面讨论的命题蛮多的，那我们都参考。那先进的科技我们也都参考。所有的能源选项呢，都要对台湾有利。这里面有利包含要让台湾能够进入减少碳排，也就是说碳排的问题会造成地球暖化所以台湾应该要尽量减少碳排，然后要能够稳定供电然后最后是希望成本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控制。因为过去董子贤捌主张核二厂、核三厂爱延役，佮建议爱引进新的核电厂机组，互外界认为是支持核能。总统赖清德针对核三厂要延役，佮第4天然气接收站等等的议题，希望会当透过沟通，建议更较好的解决方案。佮来看到化石燃料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嘛是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开销的主要经济来源。有国际人权团体甲环保团体就共同指出，咱台湾的民间企业甲罗西亚进口涂炭的量增加3成，是罗西亚涂炭第5大客户。所以呼吁台湾的企业唔通佮甲罗西亚来买，嘛要求台湾的政府得爱管制。化石燃料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嘛，成做罗西亚对外入侵的主要经济来源。即马就民团指出，台湾是全球第5大对罗西亚进口煤炭的国家，认为继续买罗西亚的煤炭等于是支持战争。因认为台湾作为民主而且重视人权的国家，应该要停止进口，要求政府做出管制。希望经济部可以彻查整个台湾企业在购买俄罗斯煤矿的状况，被欧美点名制裁的一个相关俄罗斯企业，也要请经济部彻查我们台湾和这些公司的商业伙伴关系。第3个是请经济部依贸易法第5条，会同相关的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要禁止或是管制俄罗斯煤矿的进口。国际能源甲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指出，台电过去是主要的罗西亚煤炭进口单位，但伊对战争了后停止进口。不过民间企业的买卖，所以也是互台湾整体的罗西亚煤炭进口量成长31%，对战争开始以来总共累积进口35亿美金。Thai Power were historically the largest buyer of Russian coal. They haven't received any shipments of Russian coal since September 2022. However, Taiwan's imports rose 31% in the most recent 12 months due to other private companies purchasing more coal from Russia. 另外，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也指出，开采煤炭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危害开采区域附近居民的健康，违背环境人权的价值。因要求台湾政府应该爱调查管制企业进口罗西亚煤炭，嘛呼吁企业莫去再买。记者柯川、柯炳在台北报道。电风放送头来看，云林溪经过8冬的整治，水质成功有改善，嘛打造3公里长的水化步道。最近有民众去遐散步，有发现到有人会去河溪里的蓝油台啊。不过水利处表示，云林溪有源是有轻度的污染，所以无建议食溪里的鱼。而且水化公园是禁止钓鱼甲掠鱼的，违规上当会当罚600块。民众伫步岸边咧掠五过鱼，最后阁甲2大地鱼仔拢炸走。最近有民众来到云林溪水岸散步的时阵，发现有人会来遮掠鱼仔。附近的住户是讲，定定看到。不太好，因为基本上那边鱼应该也不能吃，因为那个都是人家洗衣服啦、洗碗的水。对、啊。你自己有看过吗？有看过啊。有看过。好像外国人比较多，就是那个来这边工作的那些劳工。云林县府表示，云林溪为2016年就开始推动掀挂计划，由中央甲地方投入超过10亿的经费，分4阶段进行整治工程。后来水质改善了后，生态嘛渐渐恢复。不过无建议民众去捌水或者是生水钓鱼啊。会先予以劝止，劝止不听的话，我们依法做相关的处分。依目前的法则是以水利法相关的一个规则去做一个不符我们的一个管理机关的一个管理作为，是会罚到12000元至6万元的一个罚款。
水利署表示，过去云林溪续作严重的污染，经过这几年的整治，虽然有变清气，不过受小可程度的污染。而且云林溪管理要点规定，若是无经过许可，是袂使去游泳甲钓鱼的。呼吁民众就要遵守规定，避免受罚。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高雄的基顶是出名的观光景点，真侪游客拢会去坐电动四轮车来咧骑。不过，常常都有游客违规乌白骑，造成当地居民正困扰。所以，里长就向市府来争取伫巷仔口设置禁骑电动四轮车的标志，改善当地交通甲居民的生活。来到基顶，真侪观光客会坐电动四轮车来踅基顶街路看风景。不过即马若是骑到巷仔口，就当看到即块红色的警示牌啊，顶悬是写讲电动三轮四轮车袂当入来。因为过去有游客无照规定骑伫规定的车路，甚至阁有电动车冲入去骑家厝内，挨吊车的状况，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市长表示讲，自从设告示牌啊，事故是降低到成。游客无照这路线行，你就是你爱受罚钱，第二就是现在无收的话，你要赔偿车，这个业者的损失，会当讲已经减80%差不多拢罚。这12地警告的牌啊，就插伫常常发生意外路口，是当地3个里的里长做伙争取的。基顶分驻所也统计，去年当地电动三轮四轮车就发生5件车祸，今年嘛有2件。在地居民也认为，业者爱加强宣传才有效。实际问到电动车业者，因拢会用地图向游客说明倒位通骑，若无互警察抓到，就会开单。动脚踏车那一种，有时候那种爆冲力会比较那个，有时候巷子也会有小朋友，对，是会比较危险一点，是没有错。如果说你去骑当地居民的路线，可能警察会开你罚单，所以这些你要尽量避免。80%以上的听，对啊，还是会有不听的也有。基顶分驻长开出12张的罚单，嘛提醒民众伫基顶骑电动车爱伫规定的路线甲时间，若无会罚300到400块。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伫咧台南的安南区有一个天马电台，进前是做中央广播电台的使用，即卖已经放13档拢无咧用啊。就有地方的团体发起联署，要向政府来争取，甲遮改做台语文化园区。市府嘛回应讲，会去甲中央来参详。规大片杂草、树仔生啊真旺，就算出动怪手，嘛要用真侪时间才通整理好势。这是伫我台港国家公园附近的天马电台，也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南分台。民国106年签署了后，机关用地变做文创产业园区地，随往侪单位按证来遮发展，买手拢无成。即阵地方人士要争取点遮设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因认为无论是以文学也是历史的角度，这是上适当的地点。台港内海是咱台湾历史一个真重要一个起步的所在。咱台湾是对西部开始嘛，譬如讲盐分地带一直起哩，一个廊道共款的，往南往北，拢是相当一个真好的一个所在。台语文学的作家偌济，咱安尼呢，通做一个专册，表示讲咱为日据时代到今下呢，咱台语的作家足济，结合因的背景啦，甲台语等等呢，园区来讲呢，咱有法度呢，甲这拢结合起来。台港文化执行长吴茂成嘛指出，当年来因推测台港文化参本土教育，拢是为着振兴台语文化咧打拼。目前全台湾敢若一个台语文化园区伫中华，因认为政府通爱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伫台港内海营造一个福建保语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土地是迄个国产署的吼，所以市政府爱从国产署家大家密切合作，想要来建设天马电台的方案，是讲有想要投资这个园区的相关的这个提案，拢会从国产署家大家审慎去做评估。地方望这个29公顷的基地规划做台语文化园区，争取公司台语台总部南迁，设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等等。联署表公告2天，200多人赞成支持。会期人按算买手会甲公民讨论意见交予文化部，市府嘛回应会去参中央合作讨论。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学台语长时行，即阵阁有会晓写程式的少年人，家己开发出学言台语字典 App， 整合教育部的学习资源，加入一寡帮助学习的功能，互大家开始学台语的时阵，会当有一个愈友善的工具通好使用。
就是会使学台语的罗马里，试着就会拨教育部的相动。这个学院台语字典 App 甲教育部台语词典的资源整合做伙，这个 App 就会当学罗马字，嘛会当查词典。而且往过拿错学者要用教育部网络词典学台语，定爱伫找书的哪位切换台语书籍，也是华语书籍。学院 App 甲夹做伙，较方便初学者学台语。咱会使收藏想要学的书啊，做学习啊，像讲咱嘛会使做笔记啊，那嘛会使甲一个台语书变做一张一张台语的字卡。正学台文的时阵，就是每一工就迄个网站。啊，毋过我感觉我较接使用的是我的手机啊，所以若是会当用手机啊做即寡代志，我感觉会对我的学习更较方便。开发者心安原底住日本，发现家己的日语愈来愈好，却豆豆不晓台语。一开始甲母语捡倒转来，学台文的过程却无顺利，就用6礼拜时间开发学院 App 帮助学习。同款推动台语所谓学习的，还有即个2020年开始募资的台文加西米计划，到达已经开发出140万人次捌使用的找台语词典，甲拍台语书籍法。虽然透过募资平台，每个月有超过170个人到支持，不过提案者吴希美讲，也是真吃力。像这2档吼，干那做迄个台语大词典，就是干那校对迄个文字语数文字的部分，啊，再就是甲迄个历史解说日文的部分，甲伊数位化。干那这尔已经做2工半，干那台语大词典尔，差不多做一半尔。学院 App 的心安希望继续开发学习台语变调的功能。台文加西米的吴希美也望继续甲古早的台语词典数位化。学台语长时行，这阵少年人也当咧用家己的方式，伫现代推动利便的管道，帮助大家学台语，大家拢通甲母语捡倒转来。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新庄文艺中心的布袋戏文物馆，长期咧做布袋戏的保存甲推广，今年已经成立第20档啊！特别佮甲艺术家来合作，透过油画、3D 列印、甲影像装置等等创新的方式来展示布袋戏，带民众来看新时代布袋戏，嘛认捌在地故事。布袋戏的红仔头配上灯光闪烁，敢若亲像红仔咧互相对话。这是当咧新庄文艺中心的布袋戏文物馆展出的AE3处方布袋戏特展。这3处方分别代表再创作、再想象以及再制作。展览由真快乐奖中剧团策划，甲3个艺术家合作，用油画、影像装置、纸棒以及3D 列印等等多媒体方式展出。剧团认为布袋戏虽然是传统艺术，但去思考创新或者是现代化，并无冲突。你讲传统甲现代即个物件，伊是同齐进行的，毋是讲咱即摆已经现代啊，所以传统就无去啊。啊嘛，毋是讲咱即摆拢保留传统，咱就无法度搁较现代。其实咱即摆是讲，即个传统物件，搁有啥物可能性会发生？新庄文艺中心讲，因为新庄有一条戏馆巷，过去布袋戏的文化真兴旺。展览中会当透过在地画家简文林的画，看到过去新庄人生活中的布袋戏文化。因讲新庄布袋戏文物馆到今年是第20档，这个展览是希望透过布袋戏，让民众知影地方的文史。那这一次的展览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们除了就是布袋戏本身的一个内容之外，我们也邀请我们新庄在地的一个油画家，那为我们画出我们早期的一个布袋戏的一个景象，然后融合在我们的新庄老街上的一个风貌的一个呈现。布袋戏在台湾的发展超过100档，对外台、内台到电视、网络，经过几6届的创新过程。剧团讲，这届展览上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布袋戏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望这个表演艺术会当搁一届融入民众的生活中。记者柯山、柯炳在新北报道。中华传统彩绘艺术陈敦仁，伊的老爸也就是中华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英派。陈敦仁自从高中毕业了后，就开始做传统彩绘，包括鹿港天后宫、中华孔庙等等，都会当看到陈敦仁的作品。即马陈敦仁嘛开课来传功夫，要互学员来学传统的彩绘工法。陈敦仁艺术是还传统彩绘大批的画法。你这个头我紧可以用较重的，拢是爱这个色吼。我呢是咪足想咧批物件？
出席伫传统彩绘世界的陈敦仁艺术，高中毕业就投入传统彩绘这道功夫吧，也来开演习班，教人传统彩绘，成不少人报名参加。小时候都是在城隍庙外面，就是里面这边玩耍这样子，所以对于那种传统的迄个艺术吼，干妈讲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印象，然后就是很喜欢那个很丰富的色彩嘿。因为较早拢袂注意到这款物件，知影了后就是讲，拢会去注意，去庙林内底就去看这个物件，就会知影讲，伊的困难在倒位，伊的水在倒位安尼啊。这边的课程为补图开始学，然后上漆、画倒头的图稿，再个转印去房仔顶画乌白、上彩，一步一步带学员熟悉传统彩绘的工法，完成倒头的设计彩绘。也会知你这画了会水啊，有的是头一摆接触的嘛，所以讲伊袂知无要紧，咱嘛是要鼓励大家用，尽量对简单的落画较你甲会晓，才来画复杂的。即阵因为现代建筑工法的改变，传统彩绘也面对着转型失传的危机。当然，当有教适训的传统工法，全台湾嘛剩无几个人来使用。陈敦仁表示，透过研习课程，互有兴趣的人来学传统彩绘，加一个人脉，对传统工艺保存就加一份帮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西班牙、葡萄牙地区特有的伊比利亚大山鸟数量目减到剩62只。经过保育团体甲当地政府20天来拍拼，即马是已经有超过2000只。不过专家表示，气候变迁也是保育大山鸟新的挑战。目睭金各国一直看到头前的目标，上阵时机向前个加落去。俗称大山鸟的伊比利亚猞猁，最来界就是伊拄则掠来野兔啊，准备要食。经过几多年的努力，强要绝种的伊比利亚猞猁数量由2001年的62只，增加到即马超过2000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即礼拜公布的上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单，就甲伊比利亚猞猁自濒危刷到易危，表示保育计划有成功。They set up conservation breeding programs. They set up lots of work to try and improve the habitat of the species, improve the mosaics and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that they live in. They also looked at how to address the issues with the declining rabbit and how do they get the rabbit populations back up again. 伊比利亚猞猁是伊比利亚半岛的特有种，一直到19世纪，西班牙加葡萄牙也是常常人看到。不过，伫咧因的栖地被破坏，人类大量捕猎，互因强要绝种。200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拢成立保育区。伫即马伊比利亚猞猁的栖地面积只有3320平方公里，是20年前的7倍。不过专家讲，这款大山鸟也未脱离危险。We also worried about issues with climate change, how the habitat will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fires, as we've see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last year or two. 自2010年以来，有超过400多只伊比利亚猞猁被放倒去大自然。不过气候变迁的问题是这么新的挑战，专家也继续伫咧修订保育计划，就惊讲这么有成果的保育计划佫会失败。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来看日本富士山的游客伤济，严重冲击着环境，所以当地政府就决定要伫咧登山口设闸门。对于7月初开始要上山，就要先上网去登记，一天上济会当开放4000人上山，而且佫要收入票2000块的费用。用电钻加入施所好，日本山梨县的明德村地区富士山的吉田线登山步道头前装大型的闸门，要应对7月开始的登山人潮。关乎日本新山的富士山，逐冬夏季拢有真侪为全球来的爬山游客。不过过去几冬来观光客伤过济，造成世界拢本色。自然景观受到破坏，再状况互当地居民真困扰。为了改善观光的品质，当地山梨县的政府决定为7月初1开始，限制逐工入山的人数上最4000人，而且爱收一个人登山费用2000日票，差不多大票401。今までなかったから、これで1日登山できる方々の人数が減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かなと心配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でもそれはそれで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うし、私去年の9月に登ってきたんですよ。
でとても混んでましてこんなに混んでるだと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たらもうちょっと1年2年。雪梨县知事长崎信太郎嘛，伫19到新的茶门宣导新的规定，佮特别示范有约爬山游客爱报道领爬山的手环，佮挖扣手环通过茶门行去登山步道。离新的茶门会伫下晡4点到过灯港饭店3点之间关起来，互无经过登记有约过暝民众无法度落山，防止想要伫暗时爬去山顶游客冒险爬山，造成发生危险。この全ての取り組みの目標というのは、国内国外関わらず、ここ富士山を訪れていただく全ての皆さんの安全の確保、そのために場合によっては若干。登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というお願いも。另外，对于爬山的服装，某职员伫茶门进前可能服装想过凊彩民众唔通爬山，以免天气常常改变，无法度冻寒发生危险。虽然新的规定为7月开始实施，会当缓解过度旅游的状况，但过当地居民加店家嘛烦恼，可能有爬山的人为无共的路线进入富士山，到时阵山顶游玩人真多。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31度至36度，中部地区31度至35度，南部地区32度至35度。东部地区29度至33度，还有外岛地区28度至3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再会。At present, there are 250 Taiwa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in